呢節咧繼續有花旗嘅廖嘉豪同我咧一齊傾下啦。政府工作報告啦，同埋咧我哋個整體嘅市況究竟係點樣啦？大家上一節我哋講咗關於譬如個 GDP 啊、通脹啊、內房嘅消費啦。除咗呢個之外咧，大家都睇緊就係工作報告當中咧，頭先我哋講第一項着力建設強大嘅國內市場啦，跟住第二、第三項咧都分別咧就係寫住就要加緊培育壯大新功能，同埋加快高水平嘅科技自立自強啊！喺呢個層面，我哋睇一啲譬如科技產業啊，甚至乎去到啲 AI 啊等等、機械人等等嘅個前景係咪仍然可以睇高一線呢？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即係喺中國股市嚟講配置嘅一個最主要嘅大方向嚟嘅，因為即係互聯網啊、科技股啊，都係我哋過去一路以嚟比較超配嘅一個行業啦嚇。咁呢個好明顯亦都係繼續即係中國亦都係繼續延續翻嗰個即係發展主題。咁但係喺即係個科技股圍繞住個發展裏邊，即係市場都即係有少少覺得好似即係唔係咁愉快地就係點解一啲即係一啲大規模一啲科技巨頭咁，似乎個股價表現開始比較曳啲咁樣咧？咁而調翻轉頭，可能一啲AI 嘅模型股相對上可能比較即係做得好咧。咁係咪即係嗰個所謂有啲所謂範式轉移啦嚇？係咪真係即係嗰啲所謂即係高科技發展嗰個即係增長不再咧嚇？咁呢個亦都係令到可能市場有啲少少信心失望嘅。咁但係我哋嘅睇法就係始終即係簡單嚟講喺即係 AI 嗰度啦，其實嗰個應用嗰個面其實只係會越嚟越闊嚇，咁你無論係美國又好、中國又好，其實喺嗰個應用嗰個主題方面啦，或者係應用途徑上面咧，大家都係繼續係諗方法去即係有冇一啲創新啲啦，或者係令到成個工作更加高效嘅趨勢。咁而呢樣嘢係冇變到嘅。咁但係即係喺譬如話之前一啲即係針對啲 AI 模型股，可能個升幅比較勁嘅、比較明顯嘅、比較顯著嘅，咁啊最主要都係因為憧憬有啲可能會唔會有啲顛覆性嘅一啲效果咧嚇，即係將現有嘅一啲其他嘅軟件股嘅一啲即係生意收入就轉移咗落去一啲 AI 模型嗰度咧，咁呢個增長嗰個即係憧憬可能大啲，就令到個股市個升幅嘅有一個即係兩極化嘅一個情況咯。咁但係我哋嘅睇法其實係一路以嚟都冇乜點變，就係你個 AI 應用越嚟越闊嘅話咧，咁簡單嚟講，你對嗰個運算嘅要求咧，其實亦都只不過係越嚟越高嘅啫。係啦，咁即係前排亦都見到一個情況，就係一啲可能譬如個別嘅 AI 模型好受歡迎啊，嗰個因為可能好高效、好方便到用家。咁但係調翻轉頭，因為個運算能力追唔上咧，咁調翻轉即係亦都係造成咗一啲用戶體驗嘅問題。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我哋對一啲大型嘅一啲互聯網或者係啲雲端服務供應商嘅睇法咧，無論係美國又好、中國都好咧，都係繼續係睇法正面。就最主要就係因為咧，喺嗰個運算嗰個能力方面咧，喺呢方面嘅繼續係即係繼續主導咗嚟緊個 AI 發展。咁所以當無論係消費者層面或者係企業層面，佢哋用嘅嗰個滲透率越嚟越高嘅話咧，咁其實最終都係會令到一啲即係雲端服務供應商受惠。咁而呢個亦都係好明顯反映到喺一啲積壓訂單裏邊啦嚇，咁即係簽咗交唔到貨嘅，個運算能力追唔到嘅，咁呢方面嘅積壓訂單個按年增幅咧，其實係基本上每季都擴大緊。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工作報告個發展主題都係延續翻我哋過去一路以嚟好強調嚇即係高科技科技創新呢個大方向。咁而喺股市嗰個策略方面，雖然最近一啲即係大型互聯網平台股有啲比較明顯啲嘅調整啦，咁但係嗰個增長優勢啊各方面咧都係繼續維持不變嘅。咁所以呢段時間亦都即係對即係如果啲長線投資者嚟講咧，反而亦都可能造就咗一啲即係比較價值嘅一啲低級機會。咁但係喺呢一個即係兩會期間，我哋近期除咗睇住兩會之外，其中一個關注點就係啱啱過去週末啦，即係大家睇住成個中東嘅局勢、伊朗嘅局勢究竟係點樣啦。嗰啲嘅環球市場咧都係比較大啲嘅波動嘅，咁啊日韓台股譬如都比較受壓，但係首爾尋日要跌成1成2，今朝話反彈，最多升過有成1成2，日本亦都最多升過成4%嘅。咁啊係咪而家我哋見翻嗰個嘅即係雖然我哋見到個緊張局勢都係持續啦，但係同個投資市場嘅層面最驚個時間已經係過咗，或者個事件仲要拖幾耐咧？就譬如如果你話睇翻個油價，尋日係曾經要跌過嘅，即係去睇翻成個投資市場環境，無論睇股市又好啦，或者睇住油價，係咪叫最壞或者個油價最樂觀嘅時間又過咗去咧？其實短期因為始終嗰個局勢嗰個變化程度都可能好闊，因為即係特朗普雖然就話希望可以短期內解決，但係近期又可能講緊又話即係亦都有少少做定心理準備啦嚇，可能有拉長少少嘅時間。咁即係個局勢點樣去演變，其實大家都好難估。但係我哋對過去好似譬如今次又好，或者之前一啲所謂地緣政治嘅一啲衝擊都好啦，我哋嘅睇法就係對個市場嘅影響咧。相對上有限，即係冇錯呢件事可能會有機會，即係個局勢啊，或者係個發展時間啊，可能即係
即係會比預期長都唔出奇。但係即係投資者嚟講，最緊要就係睇究竟對個股市啦、對個債市啦嚇，或者整體投資市場嚟講咧，其實究竟會唔會有一個好長遠嘅影響？咁而我哋過去個觀點都係冇變過嘅。對個投資市場嘅影響咧係扭轉唔到大趨勢。咁而個重點就係究竟個油價係咪可以即係維持高企？咁我哋短期嚟講，我哋覺得其實市場對油價嚟講都係繼續敏感，因為點解咧？可能會擔心究竟一啲產油設施會唔會有一啲所謂即係受襲嘅風險啦？咁尤其可能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咁個供應上面會唔會有啲即係壓力啦？咁呢啲咁嘅即係不明朗因素咧，可能喺短線裏邊困擾緊油價。咁可能喺個油價即係布油裏邊，可能喺即係嚟緊都繼續可能喺80至90徘徊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呢個唔代表油價係會長期地高企啦，因為始終我哋對油嘅睇法一路都係比較謹慎，就係個供過於求嘅情況咧，其實係冇乜點樣改變到。咁所以其實喺個石油或者個能源供應上面咧，我哋個睇法就係其實可能經歷完，可能譬如嚟緊2-3個禮拜一啲比較緊張啲嘅情緒之後咧，咁其實個油價亦都有機會慢慢回落。咁而當油價回落嘅話咧，咁呢個亦都係對金融市場嚟講咧一個舒緩嘅因素啦。因為過去嚟講一啲地緣政治事件影響投資市場或者股市嘅，最緊要就係究竟個油價係咪可以持續地高。咁而我哋個睇法就係油價未必即係持續高企嘅機會咧係比較細。咁可能喺第二季啦、第3、第4季咧都開始跌翻落去，即係布油跌翻落去，可能大概70至60蚊呢啲咁嘅水平。咁所以當個油價穩定咗嘅話咧，咁亦都會幫到個投資市場嚇。咁因為我哋即係覺得投資市場嚟講，今年最重要嘅個增長或者個大方向係咩咧？都係繼續圍繞住一啲企業盈利嘅增速有冇減慢到。咁當過去呢2-3個禮拜過去呢1個禮拜，其實個局勢可能即係不斷升溫嘅時候咧，其實如果大家睇翻市場上對美股嘅一啲盈利嘅睇法咧，調翻轉頭反而係積極咗嘅。係啦，咁譬如每股盈利市場睇可能標普500，咁今年2026年全年講緊可能再升到去可能315蚊，個按年升幅咧去到大概13%。咁即係呢個亦都可能話到俾我哋聽，其實喺嗰個即係地緣政治一啲衝突啊，或者係個即係而家伊朗局勢點樣升溫啊，咁樣都好咧。其實市場對個盈利嘅睇法咧，都係穩定地上升。咁而呢個對今年嘅後市對美股嚟講咧，亦都係相對上係比較即係有支持性。咁但係如果真係我哋見成件事件平息之後啦，係咪又會去翻好似我哋喺禮拜6之前嗰個市況咧？即係又去翻呢個去美元化啦、debasement trade 啦，跟住啲錢就離開沙晒軟件股，又去晒呢啲嘅 AI 基建啊、能源股等等咧。即係或者甚至乎我哋港股呢一邊啊，係咪又去翻嗰個上落橫行格局咧？嗱，其實先睇翻譬如所謂軟件股啦，即係喺即係伊朗美國局勢未升溫之前咧，其實市場對軟件股嘅睇法都係比較即係悲觀少少。咁但係其實即係有個趨勢值得投資者留意，就係其實喺禮拜1到禮拜3啦嚇，當個即係中東局勢升溫嘅時候咧，反而軟件股咧係連升3日嘅，係啦。咁呢個係咪都即係我哋過去都睇法都見到就係軟件股嗰個跌勢啊，亦都係造就咗啲龍頭，即係個估值亦都重翻過去10幾年前一啲水平。咁呢個亦都係造就咗啲低級機會啦嚇。咁即係喺咁嘅背景底下，其實喺一啲軟件股嘅龍頭嚟講咧，其實係個即係可能反映咗好多一啲即係啲負面因素嘅。咁但係至於喺譬如舉個例喺個當個情緒消退咗之後，其實我哋都唔會覺得美元會係特別弱嘅。咁即係美元本身今年嚟講，我哋都係覺得有機會穩步上升啦。咁而家美匯指數去到挨近100咁樣，咁我哋覺得可能第三季、第4季咧，都可能講緊去到大概101啊、102咁樣。咁而喺美股嘅趨勢上面，亦都係更加硬淨，因為個賺錢能力係即係都係繼續高。咁所以我哋覺得當個市況即係消退咗嗰啲風險因素之後咧，其實都係繼續圍繞翻究竟個盈利能力同埋個 AI。咁而呢方面喺美股嚟講個增長優勢咧都係比較大。咁而喺港股啦嚇，咁即係當個即係叫做穩定咗啦，咁去翻大概25,500啊，咁喺大概200天線企穩咗之後咧，咁其實我哋對港股嘅睇法都係繼續冇變到嘅。咁都係繼續圍繞住可能係一啲即係互聯網平台股啦嚇，再加埋可能一啲藥股，因為其實藥股其實最近都即係調整幅度都幾明顯啦嚇，無論係製藥股又好，或者係一啲合同服務公司都好。咁所以呢方面其實都係符合即係個政策個創新大方向。咁而嚟緊，譬如頭先提過喺嗰個存款到期裏邊嘅規模咁大咧，咁調翻轉頭最近
調整幅度比較明顯嘅一啲保險股啦，又或者係內銀股咧，喺呢方面咧，亦都係有啲可能有啲潛在啲增長機會。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個市況氣氛可能短期裏邊都係可能受一啲中東局勢影響，但係我哋覺得過去嚟講，只要油價冇一個長期高企嘅一個風險嘅話咧，咁啊對個即係投資氣氛嘅影響咧，都係相對上係短暫。咁而我哋亦都唔覺得今次嗰個油價啦嚇，咁係可以長期地企到喺80到90呢啲咁嘅水平。而家好快問到一條啦，咁啲資金係咪真係又會繼續去翻日韓台嗰邊？呢方面絕對有個吸引力嘅，因為始終頭先提過，咁AI 嘅大趨勢唔會因為今次呢件事件而減少咗。咁而好明顯喺南韓嘅一啲即係出口嚟講咧，亦都見到係冇一啲放緩嘅跡象。咁所以即係呢方面嘅吸引力係繼續係即係對市場嚟講係繼續吸引，因為個增長或者個生意環境其實個盈利嘅能見度其實都仲係好高。去翻啲強勢嘅股市嗰邊啦。好，呢一節咧唔該晒，Kai同我哋嘅分析。Vinterview 嘅時間嚟到呢一度啦。